来看今仔日透早7点外的时阵，基隆市政府东平300多公里的这个海面上呢，是来发生规模5.3的地震，深度是153公里。或者是讲这站地震呢是发生伫个琉球海沟，所以对台湾是无啥影响的。那另外一站发生伫个云林高溪4.3的地震，这云林甲嘉义拢有感受到。 监视器的画面翕到电火小可海来海去。透早3点43分，云林高溪发生做是规模4.3的地震，真侪人拢要咧困，常常感受到发生地震。有些人会有感觉，他半夜可能有摇了一下。无这大啦呀，平安无代志，拢要咧做工课。地震测报中心指出。 地震中心伫咧云林县政府东南边17公里的所在，深度干那5.4公里。地震原因是因为板块下陷，早起8点外，佫发生一件规模3.3的地震尾，深度佫较浅，干那5.2公里。研判是独立的事件，甲顶一日特别地震并无关联。是这个区域附近，其实我们搜寻一些历史地震，在这个附近。 浅层的地震其实也不少，浅于10公里以上的地震来讲，这边是因为很多的一些逆断层在这边。那过去历史记录上来讲，比较大的灾害性地震都是在这个10公里以上的地震。地质专家分析，这个3点外高溪的地震虽然无算罕见，不过甲顶一日特别地震同款是发生伫咧玉断山顶悬，嘛拢伫咧西部鹿山带。因为地震中心无甲10公里深，所以对地面的影响相对较大，需要持续关注。 因若基隆市政府东平300多公里的海峡，早起嘛发生规模5.3的地震。宜兰、花莲、南投甲台东拢有1级的震度，是属于区域较细的地震。专家指出，因为发生的所在伫咧琉球的海沟，离台湾嘛较远，深度嘛真深，所以并无什么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